继续来到高雄，半暝4点外发生一件死亡车祸。当时20外岁驾驶驶车载一对男女，驶到仁武文中路甲文东路的路口要来转弯，唔知啥物原因，拢无打档啊，真大力来冲撞到路边幼稚园的墙围啊！这个驾驶当场死亡。啊，警消到场发现这两个乘客有震动的臭酒味，是毋是啉酒开车，就要等检验才会当确定。3更半暝，旅行车汹涌冲入幼稚园的墙围啊，园口物件喷飞落伫咧涂骹，车嘛因为弄甲真大力，车头冒气，引擎管嘛弄甲密密麻麻。不确定他到底是从那边爬出来还是。第一时间，坐伫咧副驾驶座的查甫乘客爬出车外，疼甲伫咧涂骹高高练。警消接到报案赶过来，坐伫咧后边的查某乘客顺利走出来，坐伫咧路边。因为驾驶过往掉伫咧车内，人去救出来嘛是救无活。吓到，然后我就说赶快打电话。财产上有什么损失吗？就是那个门坏掉了啦。受到风台尾的幼稚园惊甲流庆官，因为车祸若是发生伫咧上课会时间点，后果就真惨。早起时夜，园方总动员赶紧并扫整理。车祸就发生伫咧昨暝4点外，26岁姓郑的驾驶当时驶车载2个人经过高雄仁武文中路和文东路口的时，转弯了后，唔知影是安怎自动，造成一个死2个受伤的悲剧。初步了解，车顶2位乘客拢负真急的酒味。酒测值尚待检验，初步研判中男不明原因过弯后自撞。迄当时因是去倒位省，拢会等待酒醒才当厘清。啊，若驾驶敢有啉酒驶车，就会等法医来检验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